偷襲珍珠港嘅日本飛行隊總司令淵田美津雄有一日喺東京火車站裏邊接受咗一張福音單張，單張嘅內容係大沙塞博士成為日本俘虜3年嘅見證。佢一見到呢張單張就發生興趣，並且立刻將佢讀完。其中一段使佢感到興趣嘅係作者喺集中營嘅時候，有一日忽然想讀聖經，因為佢聽過人講基督能夠化仇恨嘅心為愛人嘅心。於是淵田美津雄亦都開始讀聖經，讀咗30幾頁之後，佢嘅人生頓然改觀。佢對於世界已經有另外一種眼光。佢覺悟到，如果唔想珍珠港事件再重演，就只有盼望主耶穌速速再臨，並且盡力叫全世界嘅人為主再來作準備。於是佢就喺1950年4月14日打開咗佢嘅心門，接受耶穌基督做佢嘅救主。